中秋节，有业者来推出着好评两人酥，看要冷藏直接食，也则是搁甲烘过，讲拢真好食。另外，搁有业者用在地红内米甲柑仔柠檬做成冰淇淋鸡卵糕，要来抢中秋节的人客。应援外皮就亲像好票同款，这款就是今年业者新推出的好票6人酥，用特别的方式，让2人酥食起来酥酥脆脆，啊2人食起来半淡淡，讲摕来烘或者是冰起来直接食，拢真爽脆。冷的吃、热的吃，它都一样酥脆可口。业者一款推出8款礼盒，各用枝甘露、柠檬麻糍、绿豆肉脯新口味，要来抢中秋节的商机。啊，今年转秋刚巧烧热的天气，毛业者推出冰淇淋鸡卵糕。然后我们选择的是台东的池上米来做这个冰淇淋蛋糕的一个基础。除了在地红内米、冰淇淋鸡卵糕，还有柳丁、柠檬水果口味，嘛拢是选用在地水果，调配过家己去烘，搁放去冰，倒打冰淇淋做一食。后面将食到无同款的中秋点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